我哋除咗喺網絡方面，仲有服務方面都要做得更加好。我哋除咗要做好雲網治安嘅服務之外，我哋亦都要結合生態圈嘅力量，先可以幫助客戶解決唔同問題。喺2026年，我哋 CBC 以 AI 作為技術底座，打造我哋 SOC 平台，以 Zipmind 作為品牌，為我哋嘅客戶提供更快、更安全嘅安全服務。我哋2025年啦，喺內地其實首先發布咗我哋新一代 Smart Cloud C-Compute 嘅服務解決方案。今年嘅3月啦，其實呢個服務亦都會擴展去香港嘅。咁相比起我哋之前嘅一啲雲服務啦，呢個新嘅 C-Compute 嘅服務啦，可以為客戶節省30% 嘅成本嘅。另外就係香港同大陸越來越多一啲 IT 合規性嘅要求，而我哋呢個方案因為用咗一啲國產化嘅技術，同埋一啲自然嘅方案啦，其實亦都喺法規上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解決方案。第三就係隨住而家 AI 或者係安全嚟講咧越嚟越重要，咁其實我哋嘅平台本身咧亦都係同我哋嘅 AI SOC 同埋自然線咧深度整合嘅，令到可以提供一個企業嘅雲環境俾我哋客戶。智能應用，共建智能生態圈，實現智能方案。